各位主禮嘉賓、Father Dennis、校監、校董、校長、各位家長、各位校友、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歡迎嚟臨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55週年校慶試藝展嘅開幕典禮。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4B班黃寶翹。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55th anniversary Visual Arts Exhibition of Dongjihan College. I'm Wang Yanhei from 4A. 今日係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嘅55週年校慶，時間過得好快，就好似樹木嘅年輪咁，一圈一圈咁刻低咗歲月嘅痕跡。40週年嗰陣，我哋喺中央圖書館搞咗個叫40年亮嘅試藝展，由李明光老師開始播種，到一班舊生將呢團火越燒越旺，呢份對試藝嘅熱情一傳就傳咗10幾年。今次參展嘅除咗有藝術界好出名嘅大師兄師姐，仍然有一班努力追夢嘅同學仔。展覽叫留跡成藝，意思好簡單，留跡就係歷代師兄師姐留低藝術嘅腳印，成藝就係依家讀緊書嘅同學仔，用自己嘅作品去多謝前輩，同埋將呢份創意繼續傳落去。嚟到展覽，大家會同唔同年代嘅藝術人用繪畫、雕塑、攝影、錄像、設計等等唔同方式，去講返佢哋對學校嗰份感情。你睇到嘅唔單止係一件件作品，仲有時間留低嘅故事，同埋新世代嘅諗法。喺典禮正式開始前，我為大家介紹今日來臨現場嘅4位主禮嘉賓。佢哋分別係香港設計中心前主席嚴志銘教授，嚴教授唔單止係國際知名家具設計師、成功企業家，更加係設計教育嘅積極推動者，亦都係我哋設計界嘅重要前輩。佢係咁多年嚟東北遺餘力咁推動香港設計產業嘅發展。喺香港設計中心嘅前主席，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顧問團嘅主席，仲擔任過好多重要嘅公職。佢曾經講過，設計唔單止係對產品嘅美化，而係可以全方面咁改善我哋嘅生活。呢句説話正正體現咗佢致力將設計思維引入工商業界同教育體系嘅信念。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譚偉平副教授。唔單止係一位教育家、獨立策展人，更加係一位出色嘅藝術家。佢嘅作品橫跨攝影、裝置、影像同文字等多媒介，喺好似好冷靜嘅視覺語言背後，收埋咗佢對人民處境嘅溫暖關懷，同埋對社會變遷敏鋭嘅觀察。同時，佢喺任教藝術期間，作英才無數。我哋好多位舊生亦都喺佢嘅指導之下，喺創作上成日都打破媒介嘅界限，用批斷性思考去回應時代，成為咗香港當代藝術嘅新力量。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洪強教授。身份好特別，佢唔單止係大學教授、知名藝術家，亦同時係我哋嘅大師兄。洪教授喺媒體藝術方面成就好卓越，攞過好多具代表性嘅獎項，更加係首位2度攞到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嘅藝術家年度嘅藝術家。當我哋認識媒體藝術嘅時候，好多都會拎佢嘅作品去研究。佢嘅作品橫跨實驗短片、錄影藝術、互動裝置、數碼媒體，但最令人深刻嘅係佢始終都致力將東方哲學、水墨美學
同當代科技深度融合。佢曾經講過，傳統唔係老嘅嘢，傳統都可以係創新。著名藝術家林有心先生。林有心先生喺香港當代藝術入面極具辨識嘅藝術家之一，同時亦都係我哋嘅師兄、朋友同創作路上嘅同路人。佢嘅作品態度同堅持一路以嚟都係我哋同學之間嘅學習對象。佢嘅作品曾經喺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邁阿密亞洲藝術博覽會、德國哈根奧斯特豪斯博物館等多個國際展覽入面展出過，更加獲得香港藝術館、希臘Campoluso Family 博物館同埋泰國當代藝術博物館收藏。台上嘉賓包括香港喇沙修士會會長 Brother Dennis、本校校監何江顯先生、本校校長黃世堯先生、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余麗燕女士、本校救生會主席兼視藝展總設計師經培育博士。台前陪同主禮嘉賓參與展覽啟動儀式嘅嘉賓仲有香港光南萬人學校院長郁德芬博士、香港星河畫藝會長吳如女士、聖約瑟書院副校長單家明先生、本校校董李兆華先生、校董關琪先生、校董凌錦堂先生、校董唐滿星先生、校董陳麗文女士、校董周玲儀女士、校董陳君合先生、校友周錦榮先生、陳俊銘副校長、係語言副校長，仲有藝術展一眾贊助商代表排名不分前後。藝林文具印刷有限公司代表吳永輝先生。新卡拉 Picnic Company Limited 代表永祥食物級安全管理任務有限公司代表周月強先生。普樂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代表徐柏偉先生。綠藝海外製作代表蔡榮照先生。Fingerprint Limited Hong Kong 代表 Mr. Really Much Ho。康鴻數碼圖像香港有限公司代表吳有新先生。
安亮彩印製盒有限公司代表鄭詠詩女士。以及在座每一位重要嘅來賓，感謝各位對藝術教育嘅支持。Before the ceremony officially begins,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the 4 guests of honor who are with us today. They are Professor Eric Yim, JP, former chairman of Hong Kong Design Center. Associate Professor Tan Wai-pi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Hong Kyu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Arts. And renowned artist Mr. Lan Yao-sung.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every single important guest present here today. Thank you all for your support for arts education. 首先，我哋有請主禮嘉賓嚴志明教授為我哋致辭。有請嚴教授。咁多位校董、校監、校長、老師、校友、同學，各位嘉賓，大家好！好高興今日可以出席張振興伉儷書院55週年校慶呢個一系列嘅活動，留職成藝視藝展開幕典禮，同在座咁多位一齊見證呢一場傳承校園藝術精神嘅盛事。張振興伉儷書院作為喺柴灣第一間中學，坐落喺蒼翠山丘之上，青磚瓦舍隱於林蔭之間，遠離我哋塵囂嘅城市，為一代又一代振興嘅學子打造咗一個無拘無束嘅藝術環境。喺呢一片天地裏邊咧，同學們可以好自由咁樣奔跑、思想、創作。藝術嘅靈感就係喺自然同埋青春嘅碰撞裏邊悄然而生，亦都讓到振興嘅藝術教育一路深耕，從未停止過。頭先司儀亦都提到過往振興嘅藝術足跡，由好多年前一路到而家都係一路傳承落去。喺90年代嘅時候，學校已經牽頭策劃藝聚聯校展，突破咗校園嘅界限。喺千禧年間，初象藝術展應運而生，令到同學嘅作品走向大眾。40週年嘅40年論，45週年美術室見，50週年廊，一場場5年一度嘅視藝展，由校園去到社區，走進唔同嘅文化場館。呢啲唔單止係記錄咗學校喺藝術教育嘅發展過程，亦都見證咗一代又一代振興藝術人嘅成長。今日留職成藝視藝展承追在55年嘅校園光陰，更加延續住振興嘅藝術薪火。呢一次展覽裏邊，唔單止有資深校友以筆作文，以藝傳情，用跨界嘅創作講述藝壇耕耘嘅故事。而在校嘅學子亦都揮灑佢哋嘅熱情，綻放佢哋青春嘅創想。一筆一畫都係歲月嘅流行，一作一品盡顯藝術嘅傳承。呢啲唔單止係一場視覺嘅盛宴，更加係振興藝術精神生生不息嘅最好見證。
林蔭蝶蝶亦都唔係一日而成，初生之木亦都可以參天。55年，我哋風雨兼程，學校始終堅守住推廣藝術教育呢個嘅初心，滋養住每一位學子嘅藝術夢想。喺呢度衷心祝願張振興伉儷書55週年校慶圓滿成功，亦都祝願留職成藝視藝展圓滿舉辦，亦都更加期待未來振興藝術人能夠繼續筆墨相傳，創作不息，喺藝術嘅路上邊綻放更多嘅光彩。最後感謝所有為呢次展覽付出心血嘅老師、同學、校友，亦都多謝各位嘉賓今日陪同出席，多謝大家。多謝吳教授，請吳教授就座。Thank you, Professor Yan. Please be seated. 跟住我哋有另一位主禮嘉賓譚偉平教授為我哋致辭，有請譚教授。Next, we will have another special guest of honor, Associate Professor Tam Wai-ping, to deliver a speech. Professor Tam, please. 大家好，好高興啦！被邀請到參與今次張振興伉儷書院嘅55週年嘅活動，同埋以一個視藝嘅形式去表達到一個慶典，我覺得都係好對藝術嘅支持啦，同埋都係幾大膽嘅，因為裏邊如果冇一班人去支持緊咧，喺個藝術喺個真係比較基層嘅人，我講喺中學裏邊個 foundation 裏邊慢慢培育一啲人。其實好難，我哋個社會點樣去再發展？我哋去理解我覺得另一樣嘢咧，我都比較印象深刻嘅就係呢度嘅人咯。因為我就認識之前有一啲學生喺度畢業嘅，咁有阿 Leo 啦，有阿森啊，係啊，有阿森喺度啊，阿潘啊，跟住。阿鐘啊，咁我就唔知道原來阿洪強係大師兄嚟，咁我覺得今次好似有一啲新嘅資料或者係理解到呢度嘅人，同埋頭先我係見翻阿李 Sir， 之前我哋喺教育局裏邊開會，咁我覺得仲有阿黃校長，雖然我哋啱啱認識講咗兩句，但係呢度嘅人俾我感覺係學生以前嘅我嘅學生好單純。好正直，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留低好深刻嘅印象。跟住佢哋慢慢成長或者接觸到個老師校長嘅時候，好熱心。咁我覺得做一啲嘢嘅時候，如果冇咗一種態度或者冇咗一種熱誠嘅時候，好難去做得好嘅。好簡單講係咪？咁另外一樣嘢嘅時候，我想分享少少自己一啲睇法。我覺得而家我哋講藝術，我哋仲好似而家展示喺一個展覽裏邊，我哋去欣賞佢。但係我哋都知道社會嘅發展裏邊，我哋唔係單純將藝術框起咗，變咗一張畫去 frame 咗佢。其實藝術學習藝術嘅時候，裏邊要大膽創新，跟住你要透視覺嘅語言同埋溝通，跟住你仲要係verbal 係嘛？你要 presentation 要講出嚟，跟住裏邊咧，你唔怕輸，你要做多啲嘢 risk taking。呢啲所有嘅 qualities 咧，其實嚟緊係我哋嘅社會需要嘅，唔係淨係講緊一個讀藝術嘅人。其實好多唔同範疇，如果我哋發展嘅時候，我哋需要。咁所以裏邊，我覺得讀藝術首先呢一樣嘢，其實喺教育裏邊，我哋要明白到個初心。其實我哋對年輕一代。其實唔係純粹話我讀藝術科，其實每一個人接觸到呢樣嘢，將來嘅時候佢都非常之有用喺未來嘅社會。第二樣嘢嘅時候，我自己咧就有小朋友，咁嗰陣時咧就希望佢哋都唔係即係你知啦，香港小朋友咪要拉下小提琴啊，有彈下琴啊，有跳下舞嗰啲咁嘅嘢嘅係咪？咁但係咧
都係嗰啲板斧啦。其實好似即係煎釀三寶咁樣，你都要落齊晒嗰啲咁嘅嘢，小朋友啦。好似佢有陣時 enjoy，有陣時唔好中意，咩都俾佢試下。但係其實我心目中諗緊嘅嘢其實係都有陣時有幾悲傷，因為我唔可以永世陪伴個小朋友。佢會慢慢成長，慢慢佢有佢自己嘅生活，我有我自己嘅生活，或者慢慢老去。但係去到藝術或者彈個琴，或者一個小提琴，或者聽一首歌，唔好話自己演奏啊，聽一首歌嘅時候，當佢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佢冇其他人可以陪伴佢，冇人可以同佢傾訴。我諗每個人成長都會經過一啲咁嘅階段，一啲咁嘅情況。我覺得聽一首歌正正就係好簡單。我哋講嗰個藝術文化嘅時候，點解可以真係陪住我哋？有一啲嘢我哋係我叫做藝術裏邊有一啲 unspoken 嘅，即係佢唔係淨係語言上或者視覺語言上，嗰種 unspoken 嘅嘢係 keep 到入心裏邊。咁所以裏邊我覺得藝術唔係一個科目。佢大於好多喺我哋嘅人生裏邊，我相信係我希望年輕人將來嘅時候，你會唔係欣賞藝術，係嗰樣嘢係慢慢入到個心裏邊，好嘛？咁都係好唔簡單一個展覽，我相信我見到嘅其實俾咗好多心機落去，好多同學啊、老師啊、學校啊唔同嘅支持啊，咁祝願大家有一個非常美滿嘅展覽同埋一個good evening 啦，係咪？好，多謝我哋。多謝譚教授，請譚教授就座。Thank you, Professor Tam. Please be seated. 依家進入今日令人最期待嘅時刻——開幕儀式。請各位嘉賓到台前準備。And now we have arrived at the most anticipated moment of today, the launching ceremony. May I invite all guests to please come forward to the stage. 依家工作人員會將白色花花紀念襟章交到各位嘉賓手中。Staff will now distribute the white floral wraps to the guests. May I now invite依家請各位嘉賓將手中白色花花紀念襟章放到幻彩膠箱頂部。當拎朵花匯聚之時，藝術之光就會點亮。May I now invite all guests to place your badge on top of the display box. As these blossoms gather together, the light of art will be illuminated. 呢一道燈光象徵住藝術靈感嘅啟發，亦象徵住張振興伉儷書院55週年視藝展正式揭幕。讓我哋將呢份藝術嘅喜悅由台上傳遞至台下。現在請工作人員頒發彩色花花紀念襟章俾在座嘅每一位來賓。呢一啲襟章係由本次視藝展總設計師舊生會主席經培育博士親自設計。嘉賓就座。每一朵花都象徵住在座每一位曾經係視藝嘅學生入向啱嘅一點一滴。請大家將襟章掛喺衣服上，讓我哋所有人將以誠連結喺一齊，共同構成一片藝術花海。
知道啊？你大係㗎，我都煮飯魚行喎。多謝各位嘉賓。接下來我哋有請本次藝術展嘅總設計師經培育博士代表55週年校慶視藝展籌委會為我哋致辭，有請經博士。大家好啊！OK。好啊。咁啊好開心啊！即係呢次都係機緣巧合啦，我老師就即係邀請我去去幫手，即係喺嗰個籌委會裏邊咧就去即係統籌一個咁嘅活動。咁我記得咧，其實咧早於喺頭先而家同呢個講啦，Art Focus 嗰個年代咧，即係喺我記得1997年嘅時候啊，咁咧就我哋有唔同嘅同學仔咧就去咗西灣文中心，咁嗰度咧就好成功。咁之後咧就袁剛老師咧就即係繼續去不斷去做唔同嘅展覽啦。咁頭先佢提過初象，咁我記得咧去到20年前咧就我哋喺40年內翻落去係啦40。咁咧佢就有一個即係咁樣嘅呢個展覽咯。咁跟住咧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做Art Room Game。咁咧就對最近最後嗰5年咧就係浪啊，係我哋即係金禧校慶咁樣樣。咁咧去到今日咧呢個咧就係我哋55週年啦校慶啦，其中最重要嘅一個 event 啦，就係林積成藝。咁咧首先我都驚講漏咗，大家可唔可以俾嘅掌聲去多謝咧前面咧呢幾位即係好好嘅幫咗我哋呢一次。第一個非常嘅啲人做嘅文啦，包括打手同埋嗰啲圖啦，都係我覺得做得係非常之係高質素。咁另外咧，我都想擺呢個 airtime 都想介紹下咧，因為老師咧當時去揾我咧去諗一個即係 TV 上諗嘅主題，點樣去講呢個林積成藝。咁我諗咗好耐，我喺飛機上面諗咗好耐，結果咧我諗到，我記得我以前咧喺學校裏面咧去即係 visual art 去畫畫咧。見到成日有好多咧呢啲，第一個咧係乜嘢？彩碟，冇錯。其實咧我就用咗呢啲彩碟，就係因為咧我見到啲彩碟咧喺學校裏面咧，學校咧就唔係淨止即係呢啲彩碟多，係我覺得係好多彩碟咧係冇人去洗嘅，冇人去洗，咁樣就達到好高，咁我覺得我咧係入去咧洗手，咁唔知咧撥到咧就成地咧都係啲彩碟。咁我哋記得咧，當時有呢啲咁嘅情景咧，我就輯錄咗佢。咁另外咧，我都好想咧睇住呢個彩碟。其實我睇到第二樣嘢，呢個彩碟上面咧，如果大家咧即係揸住呢個花，你如果頂15度嘅時候咧，你頂15度嘅時候咧，呢個彩碟咧就變成咗咧花。15度。即係點解我咁樣睇咧？其實我哋好想講一樣嘢就係即係只要你肯努力咧，你始終咧都係會開花咁樣樣嘅，即係一個咁樣概念。咁我就想喺呢度不錯，我覺得今日我哋啦，即係我哋嘅專題咧，希望即係將來咧都係有一個好美滿嘅一個回收嘅。多謝晒大家。多謝經博士嘅分享，請經博士走咗。Thank you, Dr. King, for the share. Dr. King, please be seated. 現在有請黃世堯校長致謝詞，有請黃校長。Now may I invite Principal Testing， 好，主禮嘉賓葉教授、譚教授、洪強教授、林仁心
學校監各位嘉賓、校友、老師、同學，大家好啊！今日係好開心嘅日子啦，咁啊亦都好榮幸我喺度可以代表學校去致謝詞。咁就首先咧，我要特別再感謝4位主禮嘉賓啦。佢哋都係藝術界嘅翹楚，咁佢哋嘅出席咧，不僅為展覽增添光彩啦，同我哋咧振興嘅一眾嘅振興藝術人嚟講咧，係一份極大嘅鼓勵同埋啟發同埋支持嚟嘅。咁我哋張振興咧幾十年嚟咧一直係深耕呢個教育藝術教育啦，咁孕育咗無數嘅本地嘅藝術家啦，有啲係設計師啦，有啲係一啲專業嘅攝影師等等。佢哋其實已經唔單止喺香港可以發光發亮，其實有啲部分嘅校友咧，其實都已經係衝出國際去咗第二啲嘅國家嗰度咧，係再繼續佢哋嘅創作。咁啊，日本有設計師啦，咁我哋澳洲咧有啲職業嘅攝影師喺嗰度都係做得好出色。咁今次嘅展覽咧，之所以能夠順利舉行咧，其實全賴一班熱心嘅振興藝術人啦。我哋通常都叫振興藝術人。咁啊積極支持啦。咁啊特別要多謝咧負責籌備嘅經培養博士啦，同埋Leo 黃振音先生係啦嗰度，佢係我哋嘅總策冇佢哋同埋一班一直繼續幫助同埋協助我哋場地佈置嘅校友咧，咁佢哋我哋今日唔會咁成功啦。咁啊，佢哋展現咗一啲好專業嘅態度，咁就正因為我哋一啲嘅學弟學妹咧，係樹立咗一個好好嘅榜樣啦，令佢哋都大開眼界。咁啊，呢種薪火相傳嘅精神咧，係我哋最寶貴嘅傳統嚟嘅。咁我哋知道咧，好多校友咧都非常樂意咧翻到母校啦。咁啊，無論係藝術創作定係生涯規劃。其實佢哋之前都已經翻過學校一次啦，就係同佢哋講下啲職涯嘅啲嘢啦。咁咧就給予我哋學弟學妹咧好寶貴嘅指導。咁啊喺度咧再次都向所有嘅振興藝術人咧就表示衷心嘅謝意啦，同埋希望佢哋咧呢個咁優良嘅傳統咧日後咧可以能夠繼續承傳落去。咁啊一個成功嘅學校展覽咧背後咧咁啊離唔開老師嘅辛勞啦。咁啊所以好感謝我哋視藝科嘅兩位老師華老師同埋莊老師。係啦，咁咧另外就係因為佢哋除咗繁重嘅教學同埋籌備工作之外咧，仲要帶領我哋學生有啲集體創作喺度嘅。咁啊，其實都呢排係好辛苦，大家都知道。咁啊，亦都感謝咧週年我哋5週年嘅校慶委員會籌委會主席林平宇老師啦，林平宇老師喺度啊，係啦。咁咧佢其實做咗好多嘅嘅事務。咁啊，希望都大家都係好辛勞工作啦。咁啊，同時咧，我哋亦都要再特別感謝我哋已經退咗休嘅張少清副校長。因為咧，佢嘅一啲嘅聯繫咧，咁啊讓我哋咧可以租借到一個咁優質嘅場地啦。咁啊，最後咧，我都想請大家咧送上最熱烈嘅掌聲咧，俾一個靈魂嘅人物啦。咁呢位咧就係李明光老師。老師咧雖然已經退咗休年份啦，咁啊，但係今次咧就特意飛翻嚟香港去協助嘅。咁啊，正正係因為佢嘅凝聚力啦，同埋對學生嘅傳長事友啦，令一代嘅藝術嘅校友咧對學校咧充滿歸屬感。咁啊，由2011年開始啦，即係我哋上次40年係2011年，我即係特登抄翻個歷史啦，嗰陣時我仲係都後生嘅嗰陣時。咁啊，每5年一度嘅盛事咧已經跨越咗15年啦。今年2026啦，係咪？咁啊嚟到第4次，咁啊見證咗我哋好多嘅藝術嘅領域嘅嘅藝術人咧嘅堅持同埋呢個卓越。咁咧，咁我能夠喺度以唔同嘅身份參與其中咧，咁啊好無比嘅榮幸啦。咁啊希望咧各位嘉賓喺今日嘅參觀過程中咧，能夠感受到我哋振興藝術人對藝術嘅真誠同埋熱愛。咁啊祝大家咧今日有一個愉快嘅下午，多謝大家。Thank you, Principal Wong. Please remain on the stage for a moment. 為咗感謝4位主禮嘉賓嘅支持，我哋準備咗一個由學生設計、由本校舍及特別元素結成嘅55週年校慶雷射木刻書籤，以及一個藝術展彩色花花紀念襟章擺設，俾主禮嘉賓留作紀念。
現在會請黃校長致送紀念品予各位嘉賓。有請嚴志明教授到台前接受紀念品。有請嚴教授。多謝嚴教授，請嚴教授就座。有請譚偉平教授到台前接受紀念品。有請譚教授。多謝譚教授就座。有請洪強教授到台前接受紀念品。有請洪教授。多謝洪教授，有請洪教授就座。有請林有心先生到台前接受紀念品。有請林先生。黃校長留步。為了感謝香港星河畫藝會會長吳如女士借出場地，支持藝術展嘅舉辦，請吳女士到台前，從黃校長手上接受我們準備嘅紀念品。有請吳女士。多謝吳女士，請校長同吳女士就座。開幕典禮圓滿結束，再次感謝各位嘉賓嘅嚟臨。今次55週年校慶視藝展嘅成功舉辦，實有賴一眾振興藝術人及各方好友嘅鼎力支持。在此，我想代表校方向視藝展委員會所有委員致最真誠嘅謝意，包括顧問李明光老師、張兆清副校長。華視老師莊曉榮老師，策展黃振音校友，總設計師經培育博士，項目團隊張寶文校長、陳美芝女士、鄭子琪先生、李日先生、劉先生，以及一眾贊助商嘅支持，冇大家嘅幫助，視藝展冇可能順利舉辦。請大家再以熱烈嘅掌聲，多謝佢哋。依家誠邀各位前往1樓享用我哋準備嘅一啲食物同飲品。15分鐘後，我哋會喺呢一層有2個導賞安排，歡迎大家參與。多謝大家，祝大家有個愉快嘅藝術之夜。15 minutes, you will have 2 guided tours available on the ground floor. Everyone is welcome to join. Thank you all, and we wish everyone a wonderful evening.
抄票先。咩啊？抄下票先。咩抄票啊？呢啲水濕濕咁都可以換到。其實唔係，繼續翻喺呢度。呢個係咩啊？呢個係學生。
你都係藝術品嚟㗎，哦，你藝術啲，你張記藝術品嚟㗎。影咗咁啊，大合照啊！大合照唔使啦，得㗎啦。啱錢嘅合照。拜拜！哇，咁精彩啊！有份禮物。好。